出山的宽度目前积雪大约是有20公分。昨晚5个菲律宾人去爬山，其中一个所处落大概是处50公尺的距离受伤。这搜救队是赶紧出动，已经找到人送回去登山口。要若是机内当登山以外，空勤总队是搁登去山区，顺利找到罹难者的牌影，也搁有遗体，准备送落山。搜救人员伫咧暗暝当中搜索，总算找到外籍山友，唯一的骹手伤势简单处理。最近有强烈冷气团，20号中昼5名菲律宾籍山友前往雪山圈谷雪攀，其中一个人无顺利伫咧雪山线10.7公里的所在摔落去大约50公尺。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甲台中市消防局保持环境共同组搜救队伫咧暗时顺利将伤者送登去登山口。患者意识清楚且伤势轻微，先由本处保育志工协助患者至369临时营地做初步处置，后由步行至七卡山庄休息，再前往登山口离开。该团成员无人员具有基本救命证书或初级救护技术员等相关证照，且成员均未办理登山综合保险。本局依台中市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开立举发单。最近山区意外频传，先是10号有南投消防局山难搜救队山训的时阵，有2个人高山症发作。15号是有一个17人登山队被车来东林，一名李姓山友死亡，其他16个人去大溪围困3天。19号屏东县雾台哈游市25人登山队是去石头撼到造成背伤。到体目前被那个金色的保暖塔盖住背包在旁边。那我们搜救人准备进行雪地开挖作业。期待山难16个人后来顺利脱困。21号早起，空勤总队直升机搁再来到山区，顺利找到李姓山友的遗体甲卡棒，准备开挖运送。因为山上积雪结冰哦，所以抢救比较困难。好，所以我们的方案就是第一就是由直升机将人员下降，将大体包覆之后，我们把它移到直升机可以下降的地方，我们来执行。消防署统计，今年山区事故救援案件到2月为止，已经有60件，91人，总共有2个人死亡。雪管处提醒，山友登山一定要准备好雪攀甲保暖的装备，困难的地形千万唔通勉强通过，确保安全。公司新闻苗栗花莲报道。